目前，这风台3岛级已经为高雄登陆啊，气象署嘛发布强风特报，台中以南可能有11级到13级的强风。因为这3岛级咧行的速度是真慢，风台中心登陆了后，强度可能会减弱做轻度风台，甚至是热带性的低气压。不过，基隆、北海岸、大台北、东南部甲东部的山区，依然要注意会上大雨。早起7点半，小琉球有7到12级的强阵风。气象署原来针对高雄市甲屏东县发布强风告警消息，提醒所内会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。3岛2风台伫过去3点钟，强度有小可减弱，暴风范围有小可缩小。中心伫高雄西南方的海面，向北东东北移动，暴风范围进入中华以南。气象署提醒南高屏地区爱预防地灾性的强阵风，同时持续发布大水雨的特报。屏东山区甲台东县爱严防超级的大水雨，基隆北海岸、台北市山区、南高屏甲花莲有大水雨，新北宜兰甲云林以南嘛爱严防大水雨。过去24点钟内，新北市瑞丰区龙山里落雨已经突破325毫米，台湾县强降雨嘛持续，真侪所在累计超过200毫米。台北市阳明山的雨嘛袂细，今天讲一天内嘛超过200毫米的雨量。气象专家提醒，风台伫登陆前后会持续带来强降雨。虽然登陆了后强度会快速减弱，不过一定影响会持续到拜五再起。降为热带性低气压，那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登陆点包含了南部、台南以南，还有台东地区，仍然是主要的降雨热区。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，北部、东北部以及花莲也是这个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水汽也会到达。专家指出，风台登陆了后，受到地形甲冷空气的影响，快速散去，会伫台湾的天顶规个消失。这个风台为生成到登陆，路线一再修正，嘛凸显秋天风台受到导引系统无明显，伊部会真侪无明确的变数。专家建议，未来也会当整理分析历年秋天风台的路线，进一步分析出变化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